想要身體好又點少得到五穀雜糧呢？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個星期一到星期七都唔一樣嘅豆漿做法。做法咧真係好簡單，仲可以幫屋企人補充營養，特別係第6種咧對小朋友特別好嘅。記住話咧可以先點讚收藏起身。咁星期一我哋先嚟整合桃花生露，先準備6粒嘅核桃。核桃我哋要揀啲果肉飽滿啲嘅，食起身咧香好多。花生咧我哋今日揀咗30克嘅紅皮花生，營養咧會更加豐富一啲嘅。再加翻40克嘅大米同埋4粒去咗味嘅紅棗。咁啲紅棗核咧多少都有啲苦味嘅，陣間飲起身咧就甜潤好多啦。跟住再倒翻800毫升嘅水同埋100毫升嘅牛奶。如果細路仔中意飲甜啲嘅話咧，再加翻10克嘅冰糖都係冇問題嘅。將所有嘅食材都清洗乾淨之後咧，全部都入破壁機入邊。撳米糊模式，等30分鐘咧就有得食啦。一杯香濃順滑嘅核桃花生露咧就整好啦。平時返學辛苦咧，小朋友用腦用得多啊，早上整翻一碗咧，能量同埋營養都可以跟得上啦。星期二紅蘿蔔粟米汁嚟啦，先準備100克嘅甜粟米、60克嘅紅蘿蔔、10克嘅冰糖、20克嘅大米同埋20克嘅小米。全部洗乾淨之後咧，直接倒入破壁機入邊，再加翻800毫升嘅清水，撳米糊模式，同樣都係打翻30分鐘。佢入邊含有豐富嘅胡蘿蔔素同埋葉黃素，佢唔單止味道香甜，而且咧健康過飲嗰啲飲料好多。成日睇多手機啊，用眼多嘅朋友仔咧，1個禮拜飲翻2-3次，效果特別好嘅。星期三我哋整翻碗蓮子百合銀耳羹，20粒飽滿嘅蓮子，15克乾百合，20克黃豆，5克嘅銀耳，再加翻10克嘅冰糖。洗乾淨之後咧，全部都入破壁機入邊，再加翻1000毫升嘅清水。今次咧就要揀豆漿模式，打翻佢35分鐘。天氣乾燥嘅時候咧，早上整翻杯啊，成日個喉嚨舒服晒。星期四啦，我哋整翻碗燕麥南瓜羹，200克嘅南瓜，20克嘅燕麥，20克嘅小米，15克糯米，再整翻10克嘅冰糖。呢啲食材咧都係唔使提前浸泡嘅，帶起身好方便。除咗冰糖之外嘅食材全部洗乾淨之後咧，放入破壁機入邊。跟住揀米糊模式，一邊煮一邊打，等南瓜同埋燕麥、小米、糯米呢啲食材完美咁融合埋一齊。呢啲咧都係對脾胃好好嘅天然食材嚟噶。早上整翻杯咧，又暖身又暖胃。星期五咧，我哋就飲紫薯淮山米糊，150克嘅紫薯，50克嘅淮山，30克嘅大米，再加翻10克嘅冰糖同埋800毫升嘅清水，烘翻個蓋，撳米糊模式打翻佢30分鐘。大家睇睇咁樣打出嚟嘅米糊咧，特別細膩絲滑嘅，全部都係花青素同埋膳食纖維。呢個咧對女性朋友特別好嘅，美容養顏做健康。屋企有長輩咧都可以掂埋一齊飲。咁到咗星期六咧，我哋就俾細路仔飲營養嘅4克豆漿，黑豆、黑米、黑芝麻各20克，10克嘅桑葚，4粒紅棗，再加翻10克嘅冰糖。將呢啲食材全部放入破壁機入邊，再加翻800毫升嘅清水，烘翻個蓋，揀豆漿模式打翻佢30分鐘。黑色食物嘅蛋白質同埋鈣含量咧都好高嘅，用呢個打出嚟嘅豆漿咧細膩絲滑，唔使過濾，一啲渣都冇嘅。早上起床整翻杯，能量十足，小朋友翻學啊都精神爽利啊！到星期日啦，我哋嚟整一個女士最中意飲嘅5紅豆漿，紅豆、紅皮花生同埋紅棗各20克，10克嘅枸杞同埋1粒紅糖。洗乾淨之後咧，放入破壁機入邊，加翻800毫升嘅清水，同樣都係烘翻蓋，撳豆漿模式打翻佢30分鐘。呢個豆漿我同你講，每日飲翻杯啊，面膜都慳唔少。按照呢個食譜，一個禮拜7日，每日咧都可以飲到唔一樣嘅營養飲品。整出嚟嘅豆漿同埋米糊咧，又絲滑又香甜，而且咧仲可以幫屋企人補充營養，真係一舉多得。如果大家覺得有用嘅話咧，記得點讚關注起身啦。後續咧仲有更加多嘅營養食譜分享到俾大家嘅。